咁其實咧，今場係英超啦，最後一場都係一個告別戰嚟嘅。除咗係告別2024至2025年嘅球季咧，有啲陣中嘅球員啦，都迎來阿仙奴嘅最後一戰噶啦。咁已經確定咗嘅，譬如佐真奴賽後啦，其實都有啲球迷咧係唱歌去到歡送佐真奴嘅離隊啦。近幾季啦，即係少少總結，佐真奴其實咧係作為球隊嘅一個老大哥嚟到啦，咁都係提供到經驗同埋即戰力，甚至喺帕提受傷嘅時候咧，都係能夠去做到一個頂替嘅工作嘅。咁而另一位球員都係返母會嘅泰亞尼啦，尤其是咧今場波更加以一個入波成功咧，去為球隊打開紀錄，同埋咧係即係去一個去好好嘅禮物咧，到送別呢位球員。咁亦都係啦，由以往好多熱血嘅畫面啊，一啲入波去俾球迷見到啊，可能深刻啲嘅就係我哋都要攞個做封面嘅，喺雪地度仍然着住短袖衫啊，作為球隊嘅精神領袖等等嘅呢啲質素帶俾我哋嘅球員咧，隨着嗰個戰術嘅變化啦，達 Sir 嗰個嘅喜好咧，咁都真係要退下陣嚟啦。咁今場波亦都係好好嘅，用一個入波，同埋其實都搞笑嘅。佢今場波嘅入波咧，除咗為球隊先開紀錄啦，亦都係咧係嚟自右閘賓位置啦，接應馬天尼尼右邊嘅Overlap嘅傳送咧落到底啦。因為咧角球攻勢之後咧，泰尼仍然留喺禁區裏邊啦，以至於咧佢亦都係步咗個前柱嘅位置咧，去接應到賓位置嘅 Overlap，然之後咧係門前撞入呢個入波，係一個好搞笑嘅入波，亦都係即係泰尼喺阿仙奴生涯裏邊咧唔多嘅咁樣去接應隊友傳中嘅入波，同時間亦都係嚟自咧佢另一位閘位嘅好隊友，兩位後衛啦球員咧去完成嘅入球啦。咁至於咧，其實成場波嘅裏邊啦，我哋泰尼啦上半場啦43分鐘嘅入波，令我哋帶住一球優勢翻到去中場嘅時候咧，好快啦，沙林頓就追翻一球啦。咁我哋去到後邊咧，再撳翻啲嘅正選出嚟嘅時候，即係譬如沙加仔啊、奧迪加特啊呢啲球員出翻場嘅時候，先係有機會再一次咧去領先對手。講緊咧就係奧迪加特咧一個撥翻埋大位嘅遠射啦，亦都係收死咗我哋嘅舊將啦，藍斯道嘅叫做奧隊啦，希望藉着呢個遠射去即係回揾翻一啲嘅狀態咁，同埋都見到係其實上一季咧佢真係比較多呢啲遠射嘅入波為我哋打開紀錄。咁今季就即係迪勤懷斯啦，大家都好出名啦，皇馬又好，上場對紐卡素又好，都記憶猶新嘅，相信大家。但係咧奧迪加特呢個禁區外嘅遠射腳頭咧，真係要搞佢啦，因為變咗咧，到時我哋下一季仲有帕提啊、奧迪加特啊、迪勤懷斯呢啲球員都係有能力咧喺禁區外入波咧，咁其實絕對會好多。我哋而家就唔需要成日咧喺嗰個禁區外裏邊咧，只能夠係做一啲猜傳入去嘅啫。咁但係呢一腳波咧，我就只覺得係沙林頓個中場防守都幾鬆散嘅，咁亦都係奧迪加特習慣地要拐順隻左腳推兩腳之後先射門。咁沙林頓個中後場個防守竟然 even 即係仲要係中路嗰個防守竟然去 miss 咗呢個 point 咧，咁都係幾大意嘅。咁亦都係見到其實呢隊球隊咧喺個防守上邊咧，亦都係反映到啦喺個成績或者個分數上邊咧，去見到點解係今季嘅降班球隊啦。咁啊，藍斯道咧亦都係再一次啦，就成為一個降班球隊嘅門將啦。咁都睇睇會唔會下一季咧有機會留翻喺英超其他嘅球隊啦。咁係一場啦，勝負都叫做無關痛癢嘅比賽底下啦，咁但係我哋都希望以一個勝局咧去叫做完美幫今屆係收官。我唔知球迷對於今屆嘅表現感覺係點樣啦，眾說紛紜嘅。咁但係我哋當然都會留待喺嚟緊嗰兩集嘅賽季總結裏邊去做啦。咁呢一集正如 Alex 所講啦，都係一個 farewell 嘅比賽啦。咁啊，唔同嘅球員亦都獲得一個唔錯嘅結局，亦都俾咗啲嘅希望我哋，例如奧隊會唔會嚟緊嘅賽事下一屆個發揮會可以係翻去一個巔峰呢？又或者佢會唔會再上到另一個台階呢？咁亦都係我哋亞視球隊啊一個非常之重要嘅看點嚟噶。咁我估今場波大家即係都唔會想聽我哋講嗰啲咩嘅戰術嘅分析啊，或者係對呢一場波嘅一啲評價。咁我估呢一場大家見到嘅排陣比較特別啲啦，即係泰亞尼又會睇呢個左中堅啦，咁啊搭住呢個嘅基維奧。我相信呢一隊嘅中堅喺呢一季大家都從來冇諗過有咁嘅配搭嘅。咁右邊係 Ben White，左邊就係新增高啦。咁好老實講，如果你話再要逐個球員去評咧，新增高咧今一場波俾到大家睇到嘅就係一個比較鬆容嘅新增高咧，失誤比較少啦。咁佢喺掌控翻球隊嘅節奏或者中後場上面嘅梳理咧，出
波嘅情況啦，傳送上面連接嘅角色啦，似乎都係比較上得心應手嘅。咁當然啦，今時今日嘅辛真高，你要佢擔任正選，亦都唔係太可能噶啦。阿力達對佢嘅信任，我估都係作為一個後備嘅力量，甚至球隊凝聚翻個更衣室嘅嗰個功能上面咧，可能更加看重嘅。相信佢下屆係咪真係仲會響度咧？都好 depends on 有冇買家啦。第一，咁第二就係佢自己留隊嘅意願嘅。我估唔會主動賣走佢，咁但係如果一個適合嘅報價，甚至乎佢係想離開嘅話咧，亞迪達絕對係會放行咯。咁但係我成日覺得一隊歐聯嘅球隊咧，希望去競逐冠軍嘅球隊咧，呢一種級別嘅球員其實你係要有嘅，多個位置都踢得啦，又或者除非你有一個更加好嘅替代品，咁但係我哋成日都講，你有一個更加好嘅替代品，佢又願唔願意去擔任後備咧？我暫時咁睇辛真高，其實無論喺曼城嚟到今屆阿仙奴啦，上屆季中開始咧，都係擔任緊一個輪換甚至乎後備嘅角色嘅時候，佢都冇太多嘅怨言，咁證明佢都係一個團隊性好強嘅球員啦，亦都唔係容易向現實妥協嘅一個球員，咁所以再靜觀其變啦。咁另外阿旺亦都獲得難得嘅正選機會啦，我相信有唔少坊間嘅球迷都開始議論紛紛，點解季尾啲10零場波，尤其是沙卡復出之後，佢嘅機會會少咗咁多咧？咁我估最主要兩個原因啦，第一就係我哋見到阿旺嘅發展上面啦，或者佢嘅踢法咧，應該係遇到少少嘅樽頸或者係有啲問題嘅，背身攞波俾對方稍為緊盯住嘅時候咧，其實都幾容易甩。而且似乎傳接嘅能力暫時未算係好去到一隊嘅水平嘅。我睇耐咗之後，你發覺史基利呢啲係完全冇問題啦，護住個身位，縱使係會有佢嘅問題，咁但至少咧喺呢啲成年隊嘅比賽裏邊，佢係都算係得心應手嘅。咁但係阿旺咧，似乎只要俾對方稍為係埋身啲嘅話咧，佢係會容易出現係斷纜啦，將唔到個波交翻俾隊友嘅。咁佢似乎暫時仍然係一個比較自己去發揮啦，或者係可以展現到佢射門能力嗰樣嘢咧，會比較係適合啲，或者叫做喺現階段嘅佢咧，會嚟得比較上舒服，亦都唔難。點解話而家阿迪達好似都想將佢安放翻中路嘅位置啊，甚至乎咧係會推前打假九呢啲嘅角色，游走喺禁區頂附近，俾佢可以起到佢嘅私家 Q 起腳射門。咁今場波其實都有一下噶。咁另外當然要講嘅啦，就係今場波我哋拉也爭奪呢一個嘅金手套獎，咁結果咧上半場叫做獲得一個難得嘅領先機會，下半場因為連續兩下攻勢遲咧，都俾沙林頓攞住個控球，甚至乎失咗個角球，俾對方把握到呢個機會，呢個史超活。咁我覺得亦都係非常之激氣噶，即係如果你話今屆阿仙奴咧都頗多嘅失波咧，係非常之唔值得，又或者係唔應該發生嘅。咁呢一場其實拉也都非常之努力地去嘗試下 trip 到連續兩屆攞到嘅金手套，甚至乎係單一啦，即係佢淨係佢自己去獨享呢一個嘅榮譽啦。咁結果即係好彩嗰邊咁啱差唔多時間，森林有失波，叫做咧保得住個金手套，咁但係都要同人哋瓜分啦呢樣嘢。咁即係首先恭喜拉也啦，都連續兩屆獲得呢一個嘅金手套，縱使佢嘅踢法係容易製造到一啲嘅險情嘅，導致到有一啲咧需要佢自己搞出嚟嘅嘢咧，就要自己撲火。咁但始終啦，佢嘅發揮咧，整體上嚟講，亦都係令人滿意嘅。咁但係即係阿仙奴就係有呢個情況啦，全場波裏邊總會有啲時間咧係唔集中，又或者有啲一波咧嚟得比較隨意，導致到一啲咁嘅射門解唔到圍。結果輕率地個波亦都出咗界之後咧，呢啲嘅死球啊再次失波。咁今屆我哋都講啦，即係冇諗過入波我哋又多嘅時候啦。咁但係死球嘅失波咧，竟然我哋亦都係冠絕聯賽。早兩集嘅時候都講話同葉少翼者並排呢個第一名，咁我相信又失埋呢一球咧，都應該繼續 keep 住都係頭兩名噶啦。成個暑假啦，祖法同埋成個團隊究竟要諗下點樣喺防守死球裏邊咧，大家要再小心啲啦。咁啊嚟到賽季最後一場波啦，你問我對於整個球季有咩感覺咧？其實係一個都比較平淡，甚至乎都冇乜起伏嘅一個賽季。即係由季初可能你話有啲紅牌嘅事件啊、球證嘅判決啊，不斷有唔同嘅球員受傷啦、key players 嘅受傷啦。咁但係你話我哋係咪真真正正由頭到尾都喺個聯賽冠軍度競逐緊咧？其實如果大家睇翻即係成個 journey 一直以嚟嘅嗰個同利物浦啊或者係競爭冠軍嘅行列裏邊咧，似乎我哋從來都冇給予對手一個好相當嘅壓力嘅。咁呢個我覺得係叫做成個賽季睇到最尾一場之後咧，少少嘅總結先咁，即係我哋希望喺之後會再同大家探討多少少啦。咁但係絕對理解球迷嘅失望，亦都有唔少嘅聲音，即係覺得阿迪達究
究竟應唔應該繼續留任呢？我認為冠軍嘅層面啦，絕對係唔理想嘅，起碼我哋冇任何嘅冠軍去代表到呢一啲嘅 achievement 啦。咁但係亦都要換翻一個角度去講就係，如果唔係阿迪達咧，我相信我哋係連呢一個位置咧都去唔到。咁嗱就陷入咗個兩難啦。我相信你話純粹從民意嘅調查，唔少嘅球迷我估好壞參半啦，可能5成半對4成半咁啦，即係對於今屆嘅發揮啦，甚至乎對於阿迪達應唔應該係繼續去掌舵住我哋嘅廠長嘅角色啦。咁但係如果冇阿迪達嘅話咧，我估我哋隊波一定係有啲位置上面咧好明顯嘅落差嘅，即係無論喺個凝聚球隊嘅精神面貌啦，對於球隊要 fight for 呢一個會章嘅呢一個身份啦，球員落到場啦，有啲球員好得意嘅即係我哋成日都話，阿迪達好似令到一啲球員綁手綁腳，要好聽話，都唔敢有一啲真係踢波，大家會明白有一啲好心血來潮嘅嘢去發揮、去踢、去處理呢球波，或者係咪真係下下都要按住個戰術去打咧？咁但係有啲球員咧，又好老實講，佢又太過放鬆，俾腳波咧都真係完全係冇咗一種戰意嘅我以往成日覺得，如果近呢幾年咧，最明顯嗰個叫 AMN 交波非常之隨意，同埋咧完全係踢自己波嘅啫交到就交咯，交唔到自己就跑翻去咯。咁但係又唔見得係好勤力，即係我哋有唔少嘅青訓嘅球員咧，係呢一種嘅感覺。即係去到下一季都會非常之重要嘅就係一個冠軍咧，似乎除咗喺真係去滿足翻球迷之外啦，我覺得最重要嘅係對於呢一班波，甚至乎阿迪達整個執掌阿仙奴嘅 manager 由 coach 變 manager 之後，一個比較重要嘅身份係在於點樣去真真正正 recognize 到阿仙奴係去到一個爭冠，甚至乎係去到另一個台階咧，嚟得更加迫切，甚至乎啲球員有啲都已經喺隊裏邊打滾咗好幾年，主要嘅核心球員啦，利奧隊啊、加比爾、馬天啊、沙卡、柏提等等呢啲踢咗好耐 ，Ben White 即將會踏入第3年嘅 Declan Rice 啊、夏佛斯等等咧，我估呢一班嘅主要核心啊，都好需要一個冠軍去證明翻，即係自己喺呢幾年裏邊嘅努力啦。有唔少球迷都會覺得會唔會即係一路攞唔到冠軍，有啲嘅核心球員會想走咧？嗱，完全係有呢個可能嘅。咁但係我哋亦都控制唔到咁多。沙利巴係其中一個都被廣泛談論到會轉會嘅球員啦。咁今屆就算唔走，咁未來我相信皇馬或者其他嘅富豪球隊咧，絕對係會對佢虎視眈眈。咁我相信冠軍嘅層面，咁我哋控制唔到。咁但係究竟我哋點樣看待呢隊波今屆整體嘅發揮咧？咁記住留意嚟緊呢2集啦。或者 IG post story 嘅時候咧 tag 埋我哋兵工廠街呢個嘅 account， 兵器廠街，tag 埋我哋咧兵器廠街嘅 account， 咁我哋就會見到你嘅收藏噶啦。